继续来到这南投的鹿谷，有一个地笼，最近伫个制地厂内底安滚机的监视器，结果发现一只蜘蛛，就伫个镜头的正头前咧吐丝，也就是讲，这个蜘蛛咧吐蜘蛛网的这个辛苦的过程，拢互完整记录落来了，是真宝贵的影片。 半暝，一只蜘蛛出现伫监视器镜头前，就开始牵蜘蛛网。透过缩时镜头，会当看到这只蜘蛛先将主要的丝牵好了，再搁一连过一连，将整个蜘蛛网牵好势。因为伫监视器镜头前，互人会当近距离看清楚，讲这蜘蛛是安怎牵丝的。这支监视器的主人是一个地笼，伊嘛讲这是伊头一摆去看到。 监视器的镜头上面慢慢的结网那在结网的过程当中，把这个蜘蛛结得非常的圆看起来相当的疗愈。地龙讲，当时有安几支监视器，伫这个做地工厂内，想要到吸引蜘蛛，是讲是安尼才拄好，蜘蛛伫监视器镜头前伫牵蜘蛛网，专家认为有可能是这个原因。就是监视器的那个角落对他来讲是一个比较不会变动的地方。 蜘蛛来讲，他是希望他的那个是我一结了，我就是在那个地方，我就可以捕食，它不会变动，就是变动性不高。虽然特殊，也过地龙讲，因为这个蜘蛛网已经将这个监视器的视线挡掉了啊，就算有淡薄仔唔甘，嘛要将这个蜘蛛网清掉，和监视器的镜头恢复正常的功能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